安平发展观光，不过却一直面临塞车的困境，加上中华西路林安桥改建期间对交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议员李克伟伫昨日时就强烈建议市府协调安平港务公司开放环港另外道路，因为当初安平港务公司向昆新地区征收土地开发，除了造成市昆新被安平港隔开变成无马路，有海水浴场嘛变成无海水浴场，所以建议开放环港道路，除了疏解交通，嘛当带动市昆新一直到黄金海岸发展。开放这个环港连外道路吼，这个加上市昆新吼，这条件得天独厚，一定吼可以恢复吼昔日的荣景啦，吼。这嘛算轻互这市昆新一个正义啊，无过去市昆新其实是真闹热的，迄个市场条就是安平港开了嘛。就长去嘛吼。本来想讲安平港开了，变无马路嘛，地方会带来欢迎，即马说等到市昆新稍较影响到。所以市长这个也没有关系啦，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思考吼，这就是讲安平港既然的底下，我们也是要好好利用安平港成为我们迄个发展的一个帮助嘛。既然伊迄正经就规划这环港的一个30米的一个道路，其实。安平港我有时候有那把底来在行过看过嘛，其实它的腹地是够的，对，所以它那个有那黑开永黑，那其实都是动线是都没有问题的。这外认真来去清楚，会当互遮交通较顺利。敢若交通顺利，所节省起来效益就袂输安平港的经济效益了。议员进一步表示，明年台湾灯会要伫安平举办，伊讲若无积极处理，就是要有心理准备，等候塞车。所以认为伫第4期北外环快速道路也未完成进程，会让马上解决的方案，就是开放环港另外道路。对此，市长吴永婷嘛回应，会朝向这个方向积极甲港务公司协调。台南新闻，军事林英根采访报道。